好来，乡亲啊，即摆是食买鸡的大月，这个买鸡毛菜有啥物奖品？真侪人关切。家电用品是真侪公司行号每一年一定会送的毛菜品。讲今年除了大台的电视之外，结合着人工智慧的洗衫机，甲会当用声音来调整关家的晒衫的衫架啊，上侪人问。 唱歌佮跳舞，买个气氛是强强滚。大间公司毋是干那比红包大细包，佮爱比吓人，佮较高送礼。 型的话就是像空气净化小的，像水波炉的话也定位算是小家电。的话，目前的话我们至少成长25%到35%左右。业者讲，小型家电是真切，电器产品的寸尺愈做愈细，不过功能嘛无较歹。参像水波炉就会使用水烟甲物件烫烧，佮会当分散顶悬烘下骹吹，甚至连 AI 智能家电嘛正做买个奖品的新选择。现在是打开。 开冷气用手机的 App 就会使，佮会自动侦测是毋是有各种线顶来报修。AI 洗衫机会当监测衫的材质和使用者的惯势来调整洗衫方式。另外，佮有用声音控制的衫巾啊，用语音的指令就会当自动来升降，节省空间。人的一个修正，就依你的使用条件、使用的习惯、使用的环境，然后去做一个调整，还是普遍的以这个。 比较年轻化的这个族群会比较容易接受。鸿海的问题，它最近船运公司也一直说要调涨价钱，再来货物会延长20到30天的关系，所以在明年的话，应该就会有调涨的动作。大品牌真拼势，抢买碳买家财，不过产业界就警告，竞争者因为欠晶片，佮因为地缘政治因素，影响到产品的制成和运送，拢增加1个月，嘛拢反映伫咧计数顶悬，伫咧新的一年，马上就看到影响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